期末出家离开绿岛，太太已经伫新港要来接我。当然，着事先有保证人才会当出家，若无免想，要等到有才要准你出。看到离开7年的外界，感觉非常懵呀。第二坐公路车，沿路走，左边太平洋，正边青翠的山坡，展开大自然美丽的一幅图，突然互我心情快快。但这样的一幅图，甲伫绿岛所受的感觉有天渊之别。为着要弥补7年的空白，先紧急要去实习。真欢喜带我可以要叫我去当副议长。虽然受议长的照顾，总是无法稳白我是被涉恐怖受掠的人，所以无心中互人轻视佮惊吓。伫公山开接巡医的时，佮较增加着务人员的监视佮注意。无管怎样，我只有渐渐来开始踏出外科医生的生活。我的开业原则。医生是属于特殊阶级，是属于平凡的人，日康自顾照顾着添比。开业第一日就发生大挑战，一开门就一位未出货的患者互人再来，是公山一位来考轮椅高端无医生介绍，病情严重，需要手术。我的病院只有一位护士，器械也无招备，若拒绝，一定影响将来。进退两难的时，随时应变，决定对公山医院请外科护士长以及救援不足的器械。另外，请我的舅仔高富山科医师高国明，都给我的负责人来当助手。虽然真紧张，手术前祈祷求上帝看顾这摆手术成功，感谢上帝，为这度手术一切顺利。原来安尼。手术后第4日，病人头早去剃头。但我过去伫别间病院买过病人的精神，拢无同。袂相信太会这么顺遂，所以开业就无定时看病，随时应患者的方便。最正大条的治疗，拢我院长亲身动手，无叫别人来替。需要 X 光检查时，我就亲身对去。所以患者有安心甲信任感，无偌久病院的业务也就轨道，患者也增加。看到安尼，罗部长也来3摆劝诱我参加德育病院，因为当时罗部长甲德育医院两方时常发生不愉快的代志，例如讲有介绍，还是医药费支付拢袂大方拒水。有一个故事发生伫我身上。一位朋友对我讲：“老兄，你无像某医生用钱，还是车道拜托司机载患者来，你做安尼真标。”然后过一段时间了后，佮讲：“老兄，你唔通遮尼客气啦，人怎样做就学因好啦。”佮过一站又讲：“老兄，你实在真戆，世间无人像你安尼，要摕钱互你趁，你唔趁。”这表示世上的变化，总是头尾一贯拢坚持我的作风，这才是我心安理得的做法。但是患者出自工课无用，伫该念念之下，虽然表面上自由，每回有一张批爱你写生活的精神，对社会的感想，连我逐月日着务人员来探访，心情太会得到轻松。连到月末加几礼拜，概念解读了后，那像光年就伫头前，新鲜也快快，亲像被地线砍的大对石头也无去，就开始恢复去教会参加礼拜，渐渐习惯了后，就参加早祷会，读白话字圣经。